唔講唔知，點解日落嘅天空係紅紅地嘅呢？各位小朋友，你哋有冇諗過點解日落黃昏嘅時候天空會呈橙紅色呢？咁係因為陽光光線唔同顏色，原來係有唔同嘅波長。當太陽光入到我哋大氣層之後，會遇到好多空氣嘅分子微粒，光線入邊短波長嘅顏色會更加容易被散走散射。係朝頭早中午嘅時候，太陽喺我哋嘅頭殼頂上面，光線要行嘅距離比較短，但去到黃昏，太陽喺地平線附近，光線要穿過更加多嘅大氣，呢個時候比較短波長嘅藍光就散走得更加多，而比較長波長嘅紅色、橙色等等就比較剩低落嚟，所以日落黃昏嘅時候就會接近橙紅色啦。想聽更多故事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我嘅意志，或者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